好多想成為個人啟導師嘅人，第一時間會學好多技術，譬如強力問題啊、聆聽層次啊、grow 模型啊等等，呢啲都好重要。但如果我話你知，呢啲只係術，而真正決定你嘅高低係道啊！呢個道就係洞察力，洞察人嘅能力。一個冇洞察力嘅 coach 就好似一個手上拎住最先進嘅手術刀，但冇 X 光片嘅醫生，佢識得點樣切，但佢根本唔知問題個根源喺邊度。你嘅所有技巧，如果用錯地方，只會火上加油。林家九型嘅九型人格就係嗰張最清晰嘅人心 X 光片，佢幫你睇穿嘅係對方卡住嘅係源於邊種嘅深層恐懼呢？佢真正嘅渴望係咩嘅內在動機呢？佢不斷重複嘅係邊一個性格嘅劇本呢？當你擁有呢份洞察力，你問嘅每一條問題都會變得精準有力。你唔再係一個跟住流程跑嘅技術員，而係一個能夠直指核心、啟發生命嘅啟導大師。技巧可以學，但洞察力需要修煉。你想成為一個只係識用工具嘅人啦，定係一個真正睇得明人心嘅人呢？呢個選擇將會決定你喺呢一條路上面可以行得幾遠。